看一下。傅律师，嘿，先生听我嘛偏爱当通呢。先生哦，那是无骗你啊，但看你哦，打到天光你，还打唔得咯。真经当歹势呢，迄因为个头摆哦，有唔好嘅经验啦。哈哈，你还有嘛个好排泄喏？同伊讲啊，当然哦，都要讲做啥哦。真经哦，嗯，可能迄因为个设计吼，太注意配上嘅想法，我有唔好嘅经验啦。哦，唔好嘅经验哦，时常要记得下久。那种事情哦，唔是挺注意啦。哦，安用我去放心咧。夜上课哦，要轻等5分钟哦。哦，好。嘿，可能哦，要上完，唔好记得莫去停顿哦。好。毋过做嘛个做唔得停通机啊？你个问题哦，问个当好。假使啊，你去停顿机，疫苗啊，要合格迄数，让个身体啊，要我哪个时间好好形成疫苗嘅保护力。哦，原来还暗用哦。而咪喺当神奇，从来哦冇你们讲硬嘅事情。哦，你身边啲等你康，迄款半点钟，靠听养身体啊，冇问题，真做不考。哦，什么护理师，什么？做不考，要记得多是滚水，尽量莫是破嘅、配嘅，莫是盐、是酒。睡梦啊，我睡就啦8点钟哦。没问题，什么护理师，什么？好，你看一下。哇，大家看到了段样片，我知道了谁来哈？当讲朱砂，一看到了爱朱砂是微滚，还没吃到当见手咧。不过咧，这两个时代，不管是谁来，谁冇的讲朱砂，都系当正常的事情哦。像我小时节，一看到爱朱砂，我真嘅叫到系阿爸阿妹哦。不过今日重点唔系我嘅故事，我来教大家讲客话咧。朱砂的时节，可能朱铁砂嘅护理师就会老太太讲，我用乜嘅咧？要压着伤口，就压着。客方用排引讲咧，轻等，要压着伤口，所以你的伤口要压着5分钟哦。牙伤口要轻等5分钟哦。牙伤口要轻等5分钟哦。记得这个5分钟比较难念一点。牙伤口要轻等5分钟哦。除了这个压着以外呢，可能去注意防晒过后呢，在护理师老嘅医生会让你讲，转不卡，我用办法多多休息，歇困，这个歇呢，它是一个短促的声音，所以呢，很快的要把它收起来，歇困。比方说呢，这医生和护理师可能会先跟他说：“你先靠在椅子上休息半个小时。你先边伫等下档歇困半点钟。你先边伫等下档歇困半点钟。你先靠在椅子上休息半个小时。”那接下来呢，可能会确认他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马上会发生的呢，要处理一下。所以呢，身体客方用白形讲呢，身体，再来一拜哦，身体。讲这个神的时候呢，记得你的舌尖要顶在牙齿的后面，身体。好，下杯就嘿，没问题，没有其他的问题了。冇问题，他记得它是 mun 呢是 m， 所以是双唇音，冇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我们要给它一个句子，不给它 gear， 用白引讲呢，确定你的身体没问题了，再回家哦。确定你身体冇问题咧，张转不卡哦。确定你身体冇问题嘅，张转不卡哦。
好，确定身体冇问题过后，要转伏卡嘅护理师可能会老人讲要怎么样呢？多多喝开水。喝开水，客家用版形讲呢，食滚水，食滚水。要记得滚水不是滚水哦，是滚过的开水，煮过的开水，所以它不一定是热的，也不一定是冷的。滚水就是开水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说，回家之后呢，要记得多喝开水。转屋卡要记得多食滚水。转屋卡要记得多食滚水。回家要记得多喝开水，多喝水身体好。而且呢，可能还要多睡一点。睡觉，客家用版形讲呢，睡木。睡木，我们把它念得比较完整一点。睡木，睡木。好，比方说呢，医生、老护理师去为老人讲，睡木要睡有啦，睡觉可能要睡8个小时这么久哦，要睡满8小时。睡木要睡有啦8點鐘，睡木要睡有啦8點鐘，睡觉要睡满8小时才可以。唔知大家家下谈到按度嘅建议以后，主题预防3過後，又做到哪一條嘅建議事項嘛？大家又記起來冇？今日學嚟按度嘅詞彙留例句，大家係咪聊下？心情動來，留家下嘅影片地圖嘅線上共用，嘛介紹唔記得頭顯呢？唔怕。现在一起来复习一下，一起来看咯。